好，我係 Icy 啊。咁我今日咧就帶大家嚟到西貢區去參觀一下咧近年落成嘅全新低密度住宅。咁佢就命名為 White Sand Coast。呢個項目咧係位於西貢公路162號㗎，係由華懋集團發展而成。呢一個項目咧喺2024年開始落成，總共咧係供應咗40戶嘅單位㗎。當中包括咗有6戶嘅洋房啦，以及係34戶嘅分層單位啊。咁至於分層單位咧，其實佢係由5座大樓組合而成㗎。佢個實用面積由830尺至到1700尺。咁佢嘅戶型咧係涵蓋咗3房至到去4房單位，當中包括咗一啲分層戶啦，以及係特色戶單位，例如連大花園啦，以及係複式戶嘅單位㗎。咁至於洋房方面咧，就由6座去組成嘅，佢哋嘅實用面積咧由2100幾尺至到去3100幾尺啊。每一戶嘅洋房咧都設有自己嘅私人升降機嘅。咁呢一個屋苑啦，設有會所嘅設計啦。目前嘅管理費咧係大約6蚊1尺嘅，而且限時優惠啊，仲送2年嘅車位使用權添。咁呢一個屋苑咧，有部分單位咧可以望到我身後嘅海景啦、遊艇會啦，以及係紅樹景觀嘅。咁特別咧適合一啲鍾情環境幽靜嘅住戶㗎。咁我今日咧會先帶大家去參觀下佢哋嘅會所部分，以及一啲分層嘅單位。有興趣嘅觀眾咧就記得留意影片啦。咁我哋經過2座大樓嘅升降機咧，就落到嚟1樓啦。呢度全層咧都係會所設備嚟㗎。一出 lift 咧，呢一邊就會有一個品茶區域啦。咁再望過嚟呢一度咧，就有個圓形嘅梳化區域，俾佢住戶喺度休憩。咁再行前少少咧，就會有2張嘅吊椅啦，可以觀賞到前邊遊艇會嘅景觀㗎。咁而下層咧就係會所設備嘅游泳池啦。咁喺1樓嗰邊咧，其實另一邊就會有一個宴會廳嘅。咁另一邊咧就會有健身室。而健身室嘅後方咧就有一個燒烤場。咁會所部分咧就介紹嚟到呢度啦。我哋依家嚟到2座嘅2樓 A 單位，佢係一個4房2套加埋工人套房，以及連埋一個大平台嘅單位，實用面積1039尺，再配備咗一個341尺嘅平台花園。咁我哋啱啱經過趟門咧，就可以出到嚟呢個私人平台位置。咁前方咧，除咗望到屋苑嘅獨立洋房之外咧，仲可以望到出邊嘅海景同埋遊艇會㗎。咁見到咧，呢一個客廳以及飯廳咧係相當之闊落。咁嚟到廚房部分啦，佢有酒櫃啦、蒸爐、煮食爐、抽油煙機以及雪櫃。咁廚房再入去咧，就有間工人套房。咁我哋沿住走廊入去啦，首先有第一個浴室，第一間睡房，第2間睡房。咁呢個係細啲嘅套房，名次設計。咁佢呢度咧做咗一個內藏衣櫃位置。
咁我哋依家咧即刻出去望埋間主人套房啦。咁呢一間主人套房咧係用咗個弧形落地玻璃嘅設計啦，所以成間房嘅採光度咧都非常高㗎。咁呢個浴室部分啦，佢配備咗有淋浴間啦，同埋浴缸。同埋呢間主人套房呢，係拼接咗自己嘅私人花園㗎。咁呢個單位睇到嚟呢度啦。我哋依家咧就嚟到2座嘅5樓 B 單位，實用面積894尺，再配置咗一個325尺嘅天台，係屬於個3房1套連埋工人套房嘅單位嚟嘅。呢個客飯廳咧，望出去嘅景觀咧，係望到自己屋苑嘅洋房單位啦，以及前方嘅海景同埋遊艇會㗎。咁先帶大家咧去睇下佢哋嘅廚房部分。全間屋咧都以淺色嘅木系作為主調。呢個廚房啦，配備咗有雪櫃啦、蒸爐啦、酒櫃、明火煮食爐、抽油煙機等等。而另一邊咧，呢度做咗個吊櫃啦，以及一啲置物台嘅空間。咁出返嚟咧，見到客飯廳咧都好闊落㗎。咁呢度咧就係儲物室連廁所。配以名廁嘅設計啦。呢度係第一間睡房，有一個大落地玻璃。第二間睡房，浴室部分。呢個浴室咧係名廁設計啦，同埋配備咗一個淋浴間。咁我哋依家咧即刻去睇下主人套房啦。咁主人套房嘅景觀咧係廳房同向㗎，所以同樣都可以望到出邊嘅海景同埋遊艇會嘅。呢個浴室啦，同樣都係名廁嘅設計啦，同埋咧係配備咗浴缸㗎。咁現時咧好少物業咧係廁所啦，同埋浴室咧全部都係名廁嘅設計，實屬難得。咁我哋依家事不宜遲啦，即刻上去睇埋天台部分啦。咁我哋上去天台咧，要經過呢一個木門。咁我哋依家咧就上到嚟 B 單位嘅天台啦，佢嘅面積咧係有325尺嘅。咁同咧下邊咧望出去嘅景觀一樣啦，都係可以望到海景㗎。咁今次呢條影片介紹就嚟到呢度啦。咁喺下一次咧，我係會帶大家參觀一下樓下嘅洋房單位嘅。有興趣嘅觀眾咧，就記得留意下一條影片啦。鍾意我今次呢條影片，記得俾個 like。有啲咩意見嘅話，喺下邊留言話我聽啦。仲有唔好忘記訂閱我嘅頻道。我哋下條影片見啦，拜拜。